我今日嚟咗天河花市啊，呢度係全廣州最大嘅花市。嗱，花市咧就個個區都有㗎啦，但係有一樣嘢係天河花市呢度先有嘅喎，就係呢幅星看天河長卷，成個天河區嘅風貌喺晒呢幅40米嘅畫作入邊啊！嚟睇下你工作生活嘅地方啦。首先見到天河體育中心體育場，呢度係1987年第6屆全運會嘅舉辦地。天河區因體育而興。再睇下隔離呢個黃色呢棟樓呢，就係廣州購書中心啊。杜甫講過啊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喺佢對面呢度呢，就係天河城，好多人喺度買嘢㗎。咁喺隔離你望到有兩條錦鯉喎，仲有魚輪都見到啊。呢度就係天環廣場。咁喺佢隔離呢個位置就係正佳廣場啊。嗱，正佳廣場後邊有一個小區叫陸運小區嘅喎。嗱，點解叫陸運小區呢？其實佢就係第6屆全國運動會當時運動員嘅宿舍。咁啊，全運會舉辦完之後呢，宿舍就變咗廣州嘅居民區啦。嗱，繼續向下睇啊，你望到呢後邊呢一片呢，就係廣州嘅珠江新城 CBD， 係廣州經濟騰飛嘅引擎啊。嗱，你再睇睇後邊呢個位置呢，就係海心沙。嗱，2010年亞運會就喺呢度舉辦開幕式，火樹銀花不夜天。咁後邊黑色嘅呢個位置就係廣東省博物館，廣州幾千年嘅歷史，廣東幾廿萬年嘅歷史喺晒裏邊嘅。咁啊，隔離呢個白色嘅呢，就係廣州圖書館啊。高爾基講過啊，書籍係人類進步嘅階梯。咁喺佢對面呢個白色呢個位置呢，就係廣州大劇院啦，成日都有精彩嘅演出上演嘅喎。咁喺後邊呢兩棟高樓呢，就係西塔同埋東塔啦。呢一片呢，就係獵德大橋，向上邊望過去呢，你見到有個圓圈嗰個位置呢，就係暨南大學啊。繼續望落嚟，你望到個紅色嘅呢一片呢，就係廣州嘅市花，叫做木棉花。嗱，喺2000年前，南越王趙佗呢，就將木棉花送俾漢文帝啊。當時係叫風火樹。天河客運站，好多人喺廣州尋夢嘅起點同埋終點啊。嗱，對面就係星海音樂學院，用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先生命名嘅學校。隔離呢個黃色嘅就係19路軍牌坊啊。嗱，再望過嚟後邊呢一座就係19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。見到呢一片呢，面積好大嘅就係華南理工大學。跟住再望過嚟，哇！呢個呢有好多花圍繞嘅就係華南農業大學，仲有奧林匹克體育中心。9運會、15運會開幕式都喺呢度舉辦，所以天河發展嘅40年呢，同體育事業息息相關。大家得閒要嚟花市呢度睇下，由40幾位嶺南書畫名家畫咗半年嘅星看天河。